各位朋友們，你哋好啊！我嚟到呢個馬來西亞吉隆坡咧呢個布拉港區嘅咧，我發覺到呢間齋鋪咧，仲有好多節目喎。原來佢都有佈施俾啲老人院我覺得非常之有興趣，我全部咧幫佢錄起嚟。仲有每個月頭咧都有個叫李醫師嘅嚟專科幫人哋睇驗眼嘅，係免費嘅。如果你各位朋友們咧有邊個眼咧有問題㗎，睇唔到嘢啦，或者點樣醫生醫唔到嘅，都可以嚟到呢個馬來西亞吉隆坡布拉港區嘅嚟見呢個李醫師。佢每一個星期每一個月頭咧都有嚟一次嘅，喺個星期六咧11點到2點嘅以下落嚟嘅地址喺處。如果係睇唔清楚，你 pause 住佢就睇到個地址㗎啦。OK， 有緣分嘅醫生睇唔到嘅都可以不妨嚟結下緣㗎。OK。